转世亮晶晶，好像天上摘下的星，天上的星儿在不动，不热转世知自己。就是安尼啦，哇，当啊，当啊，就是安尼啦吼，各位朋友啦，帅哥试一下，你也要试的。照相可以了，照相可以这个红树啦，啊都无明白啦，安怎红树过夜来做花团啦？啊，阮人真棒啦，会做花团啦，红树啦，奇怪，奇巧。马来西亚人用红树来做花团啦，哇，摆个直直啦，徛伫内面啦，1500条啦，啊顶面就是空的了，安尼款密密啦，几粒油呢，摆个密密，这个咸巴茶伫内面啦，顶面就是空的了，上面就是空了的啦。我们就是把这个门做起来了，全部的红树全部满破了，不能就做门起来，出面就要停火了，出面就要起火，啊，这个火啦，不是烧伊，不是烧这个咸巴树。再买再一次，再买。再买。再一打，伊就是我人的花团啦。安尼啦，甘啦哦，阮人佫过来看这个火啦。啊，好啦。啊，这个火是这样子啦。啊，安尼啦，好记好，但这边啦吼，各位台湾朋友真多谢啦。你哪只个会晓讲台湾话？会啦，因为我看太济戏啦，看这台湾戏吼，看这个意难忘啦，啊做袂了啦。意难忘，啊都学太济啦，啊迄个串炮啦，好不好？串进炮啦。啊，你有先串进炮无？我是说串咧，我说串啦，我是串早安啦，串早安啦，啊，就是直直看台湾戏咯，太有钱啦，啊，直直看台湾戏，看到熟去了啦，哦，安尼真多谢啦。本人这个咸巴茶拢总徛伫内面，坎尾就做这个门起来，但是外口就留一个空啦，啊，外口就行火啦，啊，头一个步骤吼。本人是叫做大火啦，本人叫做大火，伊的空是安尼大啦，头一步啦，安尼大火啦，头一步啦，外口本人就行火，啊，这个火是伫外口，唔是伫内面呢，伊就是热度有烘伊啦，伊热度带起这个油啦，啊，这个油就半圆呢。啊，就走来走去，啊，就烘这个咸巴茶的水出来，啊，就变成做这个水气啦，热度的水气啦。这个热度水气白起来，10日内面伊都有85度啦。啊，内底当有蚵仔番薯无？啊，有啦，肯定都有番薯人食啦，有啦，啱出讲，啥有番薯咧？有啦，就熟了咧，熟好了，布好了，啊，我肯定个日后有人食哦。安尼款大火10天有85度，阮人看咧转西火，西火就是西空，啊，叫来看，安怎看？来，过来，慢慢行。那要扶这个来加，那很好啊。你哪里人？丢啦。叔，你哪里人？我是这个马来西亚，真是不要这边。这个福建海淀啦。福建海淀啦，福建海淀，阮老爸福建海淀啦。啦。我们这些祖先的都是福建人比较多。是啦。大概先讲。这位较侪是潮州啦，潮州甲福建啦。有这种爱讲那个嘞，那个有没有？啊啦，那个。安尼，福建人啦，就是啦。第2步啊，就是西火了啦，热度就够热了啦，阮人较尾就转西火啦。但是这个窑内面吼，
迄个红树吼，我还袂花炭咧，因为迄个水蒸气啊，佫真淡咧，一个就佫14工啦，10工大火啦，14工烧火啦，啊，就无这个水气啦，啊，无这个水气吼，阮人的头手就来啦，伊来味啦，这个头手来味就知啦。头手来啦，这个头手吼经验啦，去哪里比啦？比这那味道。来各位台湾朋友啊，来味味者，我话摸摸者，我话真热咧，啊，这个就是阮人有水嘞，啊，你看水气啦，水汽啊，啊，水汽啦，啊，这个就是阮人叫做醋啦，哦，水汽，水汽啦，这个就是阮人的醋啦，这个醋阮人收起来。我人会步步卡手，网也袂该加啦。哦，这放你家。啊，网袂加啦。啊，你的手若是有即个酱吼，啊会使用啦。啊是手卡手若是有粒巴啦，也会使用啦。卡手若是会使用啦。很好啊。哦。啊，外口水蒸气啦，啊，这个我你看，会使用。水蒸气啦，你若无啦，小可烧烧，然后小可烧烧较迄落，小可小可当我烧烧。哦，安尼真好啊，真好收食，真好。我看自家咧行这吼，大家吼真正拢情况诶。真好啊，这个热气来好，热气就真好啊，你自然的热气，感谢啦。感谢，谢谢。别，欢迎啦吼。你真搞呢？别啦，真啦，好啦。啊，台湾就是在电南啊强啦，啊明白哦，安尼好了，伊无水气了，我人就扛起来，搁要互伊8工的冷啦，哦，迄要扛起了啦，哦，8工的冷啦，OK，当今我人会使出外口食完煮啦，哦。